露台嗱呢度咧都有50尺㗎啦嚇，望到一線海景，哇！真係非常之正。現樓外立面靚仔，全玻璃幕牆，再加埋一線海景，係戶戶都係望一線海景嘅嚇，性價比係十分之高，31.8萬起嚇。Hello， 大家好 ，A 空好家園阿唐，歡迎大家收聽我哋 A 空好家園嘅頻道嚇。咁啊，天氣回暖啦，咁啊樓市都回暖啦嚇。咁啊，今日咧過到嚟長沙灣嚇，咁啊宏昌長沙灣咧呢個樓盤一直賣得非常之好嚇。咁啊30零萬就有交易啦嚇。咁啊呢個樓盤咧就喺咧碧桂園嘅旁邊嚇，咁啊可以講係同一條海岸線啦嚇。咁啊呢個樓盤咧係最靠近呢一個沙灘嘅出口嘅。咁啊呢個樓咧落咗樓70米就可以過到沙灘嚇。咁啊呢條沙灘好靚啦嚇。咁啊大家睇到咧嚇長沙灣呢個樓盤係正對住一線海景打橫嘅海景，樓下就係沙灘嚇。咁啊全部都係現樓嘅單位嚇。咁啊長沙灣咧呢個樓盤咧老細非常之勁啦嚇。咁啊宏昌投資實業嚇。咁啊呢個樓盤咧就係呢一個宏昌老細嘅樓盤嚇。咁啊係個大地主嚟嘅嚇。亞婆角惠東亞婆角嘅大地主。咁啊之前咧旁邊嘅合正東武灣同埋呢一個咧碧桂園嘅十里人灘嘅地皮咧，全部都係佢賣俾碧桂園，賣俾合正東武灣嘅。咁所以講咧就呢個老細咧個實力係非常之強啦嚇。好咁啊呢個樓盤嚟講咧一路賣得非常之火爆啦嚇。咁啊今日過到嚟咧就係因為有特價樓嚇。咁啊特價樓咧31.8萬起嚇。咁啊仲有幾套咧就加少少嘅啫嚇。咁所以講咧性價比嚟講咧係非常之高嚇，30零萬。可以買到500尺嘅單位，帶埋裝修，一線海景，現樓單位，即買即交收嚇。咁啊，而且咧仲有託管公司嚇。咁啊，收尾咧我同直接咧過到託管公司嗰度開嘅，同大家做個介紹咁樣嚇。咁啊，今日咧就過到嚟咧就更新翻呢一個長沙灣嘅呢一個新嘅政策咁樣啦嚇。好，咁啊長沙灣咧就依家咧賣緊嘅咧就係第一棟。第二棟、第三棟嚇，咁啊最主要咧就賣緊咧2棟同埋1號樓嚇，咁啊依家咧賣緊嘅咧就係41平方、61平方單間嚇，可以隔咧一房一廳咁樣嘅嚇，咁啊46平方咧就2號樓嘅產品，咁啊61平方咧就係1號樓嘅產品嚇。咁啊，仲有一個咧就65平方嘅，咁啊2號樓、3號樓嚇兩房嘅單位65平方，但係呢個咧個價錢嚟講咧，我覺得就睇翻個回報咧，就呢個性價比並不是好高嚇，但係咧佢海景係無敵嘅，咁啊過到嚟現場可以睇翻啦嚇。咁啊依家現時嘅價錢嚟講咧就7000至到8000，帶埋裝修現樓即買即交收嚇。咁啊依家咧現時咧都係保留緊有3種嘅購買方式。第一種咧就係免息嘅分期嚇，免息分期3年，即係意思講總價，譬如講係40萬，咁啊意思講你就俾50%嘅首期嚇，咁啊俾20萬，咁啊20萬咧就直接分期36個月嚇，咁啊第二種方式咧可以咧零首期。即係意思講40萬嘅總價，你可以咧直接咧貸款40萬嚇，咁啊直接咧每個月還月供就 O K 啦嚇，首期係唔需要俾嘅嚇。咁啊仲有一種咧就40萬嘅總價嚇，咁啊你可以俾30%嘅首期嚇，咁啊俾咗30%嘅首期咧70%就係貸款咁樣嘅嚇。咁啊有3種嘅購買方式啦嚇，咁啊全部都係現樓嚟㗎啦嚇。咁啊依家咧現時咧有特價單位嚇，咁啊特價單位咧亦都非常之筍嚇。咁啊我就咧攞一套2棟嘅206嚇，咁啊房產證嘅面積咧就48.02平方，總價咧一口價嚇31.8萬。咁啊攞呢套房為例咧，同大家講講嚇，咁啊佢3種嘅方式嚇。咁啊2棟嘅206咧總價咧就係31.8萬，咁啊分期3年咧就係免息嘅嚇，同大家講唔收利息嘅嚇。咁啊老細係大把錢啦，所以講都歡迎大家係免息嚇。咁啊總價31.8萬啦，首期50%嘅 percent 咧就係15.9萬，咁啊剩低咧50%咧就15.9萬咧就分期36個月嚇，咁啊每個月咧就係4416.67蚊嚇咁樣嘅嚇。咁啊第二種方式咧就係低首期按揭方式嚇，咁啊零頭係唔可以做按揭嘅，咁啊31.8萬咧你就首期8000蚊，咁啊剩低咧就係31萬。咁啊就做銀行嘅貸款嚇，咁啊30年嚟計咧，每個月係1306蚊。咁啊如果20年嚟計咧，就係每個月要還1719蚊嚇。咁啊仲有一個咧就正常首期嚇，咁啊一樣都係呢套房啦，總價31.8萬啦。咁啊正常首期咧30%嘅首期咧就9.8萬嚇，9.8萬嘅首期嚇。咁啊貸款70%咧就貸款22萬。咁啊30年嚟計咧，每個月咧就係927。咁啊20年嚟計咧就係1220蚊嚇。咁啊依家咧現時咧
有幾套筍嘅單位有幾套筍嘅單位嚇。咁呢幾套筍嘅單位咧，我就直接咧過到去現場咧就直接開門，因為佢係現樓即買即交收嘅直接開門，直接打開門報價俾大家咁樣嚇。好，咁過到嚟呢個位置啦，同大家簡單講講啦嚇。嗱，沙盤咧，大家睇到啦外立面嚟講，呢個樓盤係贏晒嘅十里銀灘第一排嚇。咁呢個樓盤點解咁好賣？就係因為十里銀灘咧係冇細積，得呢個樓盤有細積嚇。咁依家咧呢個咧就係1號樓中間呢棟嚇。咁61平方嚇。咁一房單位。咁2號樓同埋3號樓咧，其實個積係一樣嘅，突出嚟呢兩戶咧就係65平方嘅兩房。咁其他呢啲側面嘅單位咧，全部都係46平方嘅呢一種嘅一房單位，全部都係望晒沙灘，全部都係望晒一線海景嘅嚇。好，咁同大家就過到去咧園林咧重溫一下啦嚇。咁佢園林做得非常之靚一個。好，咁上到嚟園林啦嚇。咁大家睇到咧，全部都係現樓嘅狀態。大家睇到我哋配合啲航拍2棟同3棟咧2/3嘅貨咧，全部都係賣晒。咁有啲業主咧就自住啦，有啲就託管出去啦嚇。咁呢個咧就係2號樓嚇。咁一樣啦，個入住率都係好高啦嚇。咁依家咧最後面賣嘅就係1號樓。咁1號樓咧相對應個價錢嚟講咧就50零萬，佢個面積就大咗嚇。咁乘翻個總價咧就50零萬左右嚇。咁大家睇到咧呢個咧就唔係側面望海嘅，一棟咧就直接咧望到正面嘅海景嚇。咁46平方嚟計咧，佢個價錢嚟講30零萬40萬咧，佢個總價同埋個回報率會高好多咁樣啦嚇。咁大家睇到咧現樓嘅狀態啦，全部嘢都係現成㗎啦嚇。個外立面嚟講可以講係真係好靚好靚嚇。咁十里銀灘第一排嚇。咁少有嘅細積嚇，比較稀缺嚇。咁所以講咧就適合嗰啲低銀碼上車啦，小投資大享受，自己住投資又得嚇，自己退休咧度假又得嚇。咁呢片海景係十分之靚，大家睇到啦，哇！嗱，一般咧啲樓盤咧一線海景咧，佢一般個積都會做大好多嘅嚇。咁所以講咧難得喺一線海景前面有沙灘難得有細積啦，可以低銀碼上車啦嚇。咁之前賣緊嘅價錢都非常之高啦，一路跟呢個樓盤嘅觀眾咧睇片都知㗎啦。咁呢個樓盤嚟講咧喺海邊嚟講咧應該係首選㗎啦嚇。咁從外立面啦，從位置啦，從交通方式啦，從佢個政策啦，從佢個價錢啦呢個樓盤係首選嘅。好，話不多說，直接上去。好，咁先帶大家咧睇翻46平方嘅單位啦，500尺嘅單位嚇。咁大家睇到呢個創意樣板間咧，到時可以咧咁樣去參考翻做一做咁樣嘅嚇。咁發展商咧本身500尺嘅單位咧已經係幫你做咗硬裝嚇。咁呢個咧就開放式嘅廚房係發展商交標嚟嘅嚇。咁呢度咧就係洗手間。咁洗手間咧，大家睇到係3段式，呢個洗手台，哇，1.3米嚇。咁呢個淋浴區咧個空間嚟講，大家望一望係好大嚇。咁夠晒轉身㗎啦，試一試俾大家睇，哇，完全 OK 嚇。好，咁呢個交樓標準咧個質素係好高嘅嚇。咁大家咧可以參考翻呢個創意樣板間，中間間一埲牆。咁呢度咧有個獨立嘅客廳，咁呢度又做櫃啦。呢度做個嵌入式嘅雪櫃啦，呢度有4人位嘅 sofa， 大家睇到個空間係好足嘅，500尺嘅單位嚇，呢度睇電視櫃嚇，安排得妥妥當當可以咁講嚇，五臟俱全嚇。好，咁呢度咧就有一個獨立嘅休息間嚇，咁瞓喺鋪床呢度咧，一瞓醒就可以望到咧無敵一線海景嚇。咁呢度做衣櫃，加埋呢度係化妝台咁樣嘅嚇。咁間一間咧就比較立體啲啦，可以咁講啦嚇，比較動靜區分啦嚇。露台呢度咧都有50尺㗎啦嚇，望到一線海景，哇！真係非常之正。現樓外立面靚仔，全玻璃幕牆，再加埋一線海景，係戶戶都係望一線海景嘅嚇。好，咁大家睇到啦呢個500尺嘅單位咧，性價比係十分之高，31萬8起嚇。咁回報咧亦都十分之理想，無論係自己住、投資出租亦都 OK 嚇。咁呢個咧環出長沙灣1樓有一間託管公司叫博飛嚇。咁呢間託管公司咧十分之可靠，同發展商合作嘅。咁好多客託管咗之後咧，咁依家得出嚟嘅數據咧，1年有12個月，咁平均有4個月咧係收2000蚊一個月。咁其他嘅時間咧平均就係1000，咁計翻條數咧都有千零蚊。咁你依家如果做按揭的話咧，其實就係可以月租抵月供
完全冇問題啊！咁啊建議翻就託管俾呢間公司。咁啊當然啦，過到嚟咧呢度咧就有幾間嘅託管公司啦，供大家去選擇翻啦嚇。咁啊大家知道阿唐係買海景樓出世咁所以講咧就對託管十分之熟嘅啊，備中服嚇。咁啊日日浸喺呢個位置啦嚇，大家明㗎啦嚇。咁所以講咧就價錢美麗，託管嚇，我就幫你推介，一定包你安心嚇。好，咁啊有幾套筍盤特價貨嚇，咁啊依家咧因為現樓嚟啊嘛，直接打開門，直接咧拍俾大家睇翻一個。第一套筍盤單位2棟206啊，咁啊呢個裝修標準咧硬裝全部幫你搞好晒，咁啊搞個衞生咧就可以收樓嘅啦嚇。好，硬裝搞掂，咁啊呢套房咧31.8萬啊，咁啊現樓單位2樓嚇。大家睇到咧個海景係一線海景，係非常之靚，因為咧佢係上台式嘅園林，本身係依山而建，咁啊2樓咧就相當於10樓嘅高度，咁所以講咧唔係真正嘅2樓嚇，2樓相當於10樓嚇，所以講個景咁靚，哇真係非常之正。呢套單位大家揸緊時間，2棟206 31.8萬一口價，可以正常首期，可以分期3年，可以零首期都係 OK。下一套單位。第二套特價單位2棟305嚇，優價32.8萬，哇！真係咧平到出油嗱，個海景幾靚，永久嘅嚇，前面係沙灘啊，海洋保護法係唔可以俾起樓嘅嚇，同大家講下。咁所以講咧係一線打橫嘅海景，永久海景32.8萬，揸緊時間。下一套第三套。2棟嘅406嚇，現樓全部裝修好，即買即收租，即買即收房產證，即買即收益嚇。406優價32.8萬，大家揸緊時間。嗱，呢個4樓咧，相當於12、3樓嘅高度嘅啦嚇，2樓相當於10樓，大家睇到個高度係非常之靚，過到沙灘70米，過個斑馬線就係啦。咁啊，呢條沙灘咧2公里長，其中幾百米咧屬於呢個樓盤，哇，可以講係私家沙灘，幾正。30多萬，私家沙灘一線海景，仲唔快？仲有一套5樓，第4套嚇，2棟506，全部裝修好啊！咁啊呢套單位咧，總價32.8萬，大家揸緊時間。有高樓層咧，建議揀翻高樓層先啦啊！好，一線海景啊，永久海景，30多萬啊，咁啊可以講係香港半年工資啦，就搞掂㗎啦。大家揸緊時間，1號樓帶大家望下。好，咁啊過到嚟1棟嘅產品啦嚇，咁啊1棟咧1房嘅單位咧就61平方嚇，咁啊大家睇到個進深係會深啲嘅。咁啊呢度咧就洗手間，依然都係3段式嚇，我哋咧立俾大家睇翻啦嚇。咁啊淋浴間咧喺呢個位置嚇，咁啊出到嚟咧就係呢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啦嚇，加埋可以做一排櫃啦嚇，咁啊攝一個咧雪櫃。咁啊呢個位置嚟講可以做個中島吧台嚇，咁啊呢度咧就係睇電視嘅地方，客廳嘅位置，呢度係一鋪床嚇，咁啊都係帶裝修交付嘅嚇，咁啊呢度咧就露台，嗱一線海景嘅係好靚，1號樓咧係正面望海嘅，咁啊大家睇到啦，樓下就係沙灘嚇，咁啊依家目前喺19樓，大家睇睇個高度先嚇。好，咁啊其實咧係可以買2間打通，大家睇到啦嚇，2間打通 OK 嘅嚇，咁啊俾大家睇睇個效果。咁啊露台係夠大嘅，夠誇張嘅嚇。咁啊呢度咧可以咧做啲收納櫃咁樣啦嚇。好，咁啊呢間咧就做裝修風格咧，家私家電嘅風格唔一樣嚇。咁啊大家可以望一望個效果咁樣啦嚇。可以買2間收租，2間打通，又或者2間打通自己住。2間打通自己住咧有個方案好好，我帶大家望一望。嗱1號樓咧係板樓嚟嚇，大家睇到係通透嘅，後面望山景，前面望海景嚇。咁啊呢個咧就係買2套打通，如果係自住，我覺得可以參考翻嚇。咁啊呢度係洗手間、開放式廚房嚇。咁啊呢度咧可以做個餐室咁樣嚇。咁啊喺呢度就餐嚇。咁啊呢度咧就係客廳睇電視梳化位嚇。咁啊另外一間咧可以做成2間房嚇。如果係自住咧2間可以咁樣去參考翻嚇。咁啊呢一間咧嚇，其中有一橛咧可以做成一個套間，衣櫃、床，交埋咧呢度係有一個學習化妝台，呢度仲可以做到1立櫃。咁啊呢度咧獨立嘅套廁嚟嘅，3段式，大家望到啦嚇。咁所以講咧就呢個咧係自己住退休長住嘅方案啦嚇。咁啊所以講咧買2套咧又有2套嘅好處喎嚇。
咁啊呢間房咧，大家睇到啦，大面嘅衣櫃，2米2嘅床，通埋出露台，係非常之 OK 嘅方案嚇。咁啊大家睇到，哇，一線海景，非常之正。咁啊個露台咧，亦都十分之誇張。嗱，一棟咧俾一套筍盤單位大家參考翻啦嚇，一棟嘅505嚇，咁啊總價咧52萬9，咁啊首期咧僅需要俾9000蚊就得啦，貸款52萬嚇，咁啊月供嚟計咧30年嚇，一個月就俾2192蚊，哇！真係咧香港海景樓要圓夢，要攞幾百萬甚至乎上千萬，喺呢度僅30零萬嚇，咁啊你可以揀翻稍為大啲嘅一房。61平方1號樓嘅產品，又可以揀翻2號樓、3號樓嘅大產品。咁所以講咧，就過到嚟現場咧，睇翻你自己嘅預算啊，睇翻你係租還是自己住。如果自己住咧，可以整2間打通。如果咧你又覺得咧，我想買2間喎，因為咧1號樓咧去到50零萬、60萬，咁我不如買2號樓、3號樓，直接買2間，都係講緊50零萬、60萬。咁所以講咧就係可以講1間變2間，又或者我中意1號樓嘅，直接買1間。1號樓嘅，又或者買2間1號樓打通，都係完全 OK 嘅嚇。咁啊小投資大享受嚇，一線海景現樓嘅單位嚇，我覺得咧就長沙灣幸匯嗰個樓盤嗰啲啲業主咧可以過嚟整翻幾套嚇，咁啊圓下自己海景夢啦嚇。咁啊我哋好多嘅業主咧，其實睇到呢個產品，依家現時呢個特價房咧個價錢真係非常之吸引，歡迎大家打以下3個電話聯絡我哋，實地出團考察，歡迎大家攞着數出團見，一線海景你值得擁有。住宅產權嚇，呢個唔係公寓嚇，唔係細則就係公寓嚟㗎。住宅產權70年產權嚇，可以做按揭，可以分期3年，可以低首期零首期，呢個掂出團見，拜拜。